前年16，去年17，今年已经18。他是我三妹作女，一直那个生金本多彩也多花，多养女儿我撒播下，害得他们自己女儿好过。今朝我到东村去女，赶紧关照阿暖一声啦。阿暖阿爹呀！阿暖啊，阿爹到东村去女，你把早把挂出来啊！阿爹呀，晓得啦。阿爹呀，喏。阿爹真好。阿爹去了，早点回来。我求生为父孙孝敬三层，共度世俗在夜间，宁死作父为父穷。令人长相思渐情，今日里闻听姑母前康台，母亲命我把一许。曾言道了人民意变为臣，家子曾多泪下咽，只怪我平素不出门，东南西北非我不亲，眼前事有事过来，尽是我，莫非是此处便是人相依？言道出门走天下，好路在嘴边。哪怕渔家大门，我不免上前问来。请问。一天雨，哎呀呀呀！
全部非公不义。亲王姑娘此处可是楼下隐我，真是你家可是姓别？不错。这就对了，不知卞先生可在家中呢？我弟弟放在出门去了，不知公子有何归功？我是特来请卞先生前去治病的。他身子病病，难道他家也养牛不成？公子，你家王女生病，还是三女生病？哪里话来？是我姑母生病。啊，你姑母？我姑母生病，有什么好笑的？公子，我弟弟已不来的。你弟弟不是郎中吗？哎呀，那上面托了一个事，公子请看。牛衣片羽。啊呀呀呀！是来，你弟弟是个牛衣，真是。这块小生鲁莽告辞告辞。公子请坐。邀请的卞先生是在这边，跨过前面小木桥，门前有两棵老杨嘞。见他几番回头将我困，哎呀，跌坏了你书生，痛了我的心。你许好了，写得真好看，真好看，真是好看呐！哎，燕子，你在看什么？我看的是他，这怕不是吧？喏，你看的是他。翠兰嫂嫂，燕子，你我心动情极美，此时问我为何来？你有情来，他有意，我是一清二楚，看明白。那秀才明叫我去生，思想门第与分财。你儿生郎才女貌真相配，我曾来愿意从中做他妹。我不要！燕子，我望春兰生
先去什么的？翠，你真的不要？那我就不管了，不管了，不管了，哎呀，不管了！相思愁，是这官多情女子天下上。我这个月下老人一插马，官叫他掉下相思结乱愁。我东找西找找不到，原来他倒是河边脱口来了。秋生眼里眼里，原来是说介休。哎呀，我找得你好苦啊！哎，你往哪里去呀？今天4月初也是我姑母落寿大寿，我是要去拜寿的。哎，拜谁，花样造句，先可相对，还去老去，这有什么意思？哎，眼里有一桩要紧的大喜事等着你。哪里来的大喜事啊？啊，眼里你瞒上我做的好事。关于这情理错对有一门，他怎么会知道的？巧遇一位小家臣。没的事。哎，我要忘我全都知道了。那姑娘帮你讲点子，燕子，你有一来，他有去。我本当茶面做月老，只因你府上一门难提亲。可是那燕子为你身去平安，那姑娘今日是此多情深。我与你情同水做亲兄弟，相唱歌，两千自己把美事成。怎么两人自己呀？要令你月上儿少望中人恨，团堂燕子四庭众生。哎呀呀，君子不为非礼之事，是为哎呀
才断断不可的。你这个书呆子，老实与你讲，我表妹已经告诉燕子，今晚等你了，去吧。哎呀，这凡凡使不得的。哎呀，你呀，我把你好友一比，比什么？喏，河边小杨嘞，潇洒有风嘞，仔细看一看，没得。哎呀，是杰兄，休要求笑我了，我却不信与这等事。天地为证，所见凭无虚言。告辞。燕妮，哎呀，燕妮慢走。莫不是曾蓝色
求去呀，求去！所见我风花雪千大度，从未见过相思情。太子这相思平儿怎样生？哎，待我悄悄进去看顾明堂。明日里再与秋生行开心。竟把我当成我求生了！哎，待我设法讨个病症来，可你我求生，行事不行。我公子啊，请坐。啊，高错！哈哈，这种凳子我倒从来没有坐到过。我公子，你到此做甚？哦，姑娘，自从那日相见之后，小生我早是梦想，茶饭无心。听说姑娘近来肉体不安，心中甚是不宁，托来推话，烦望姑娘要保重了。我郎。多梦你深夜探望，到此来，言辞关机在心外，请算你对我有真心，却为何事到事情不透眉？本当他们来迎娶，怎奈我谁知你满身穿堂，但愿姑娘身马从，抛下一句宽心陪，只等完了扶丧期，花花轿子便来。生死言翻滚，最是一担香。只觉得身心几伤心花开。唐姑娘赠我一碗，以表心望。喏，那桌上的酒宴偏好啊。喜马拿起这绣花叶，上去莲花一开，曾与我郎表心意。
的事。爹娘才是个通天鱼，当铺开了个城里头，个城东开牌关在天，个城西开个狮子楼，切个鱼扎个船，住个房子在马楼。可惜财运不来凑，个爹娘也是个财神菩萨，同我做对头。欠债欠得个没头劲，假使败脱个十股局，剩下一盘杀后天。关门个日家一直难牵头，常言说得个道理有，食豆腐养么炸豆腐臭，毛堂我陈酒陈少爷，三教九流是个朋友，赌场里想唱金唱，悠悠堂堂嘛堂堂，悠悠悠悠堂堂嘛堂堂，悠悠又怕头。近来我困想寡妇望尘埃，一时不便难下手。今日里所见过出城去，嘿嘿，真凑巧嘞！隔壁一个老太婆欠我200份油盐铜钱，我就把伊头上的银钞拔来抵账。万事也没想看把有个风头银钞嘞。用银钞我听江城南歌，啊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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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手。外面是谁敲门？我是少姐呀。是表兄。是你！多谢姐姐开门，毛大这厢有礼啦。你来做甚？哎呦，我看姐姐一个人朗朗清清，得来不管我们快出去！哦，别假装正经嘞！哎，你对你表兄说姐有情，也该对我毛大有意呀。真是服了！好姐姐，送你一件好宝贝，那好宝贝，好宝贝啊，好宝贝，好宝贝！你要杀我？你杀呀？你倒是杀呀！哟，遇到是当情骂俏，姐姐打我嘛，是算是喜欢我了，好，喜欢我了。什么好东西？拿来我看。哦，好。站远点，老老实实不许动。哦。好，我当什么好东西？原来是买香康八肉的风头人茶，我不要。哎呀，今夜只是小人人，佛心插儿泪成冰，谁知修为家庄。
快滚，快滚！哎呀呀呀呀！怎么连我的声音你也听不出来了么？真是表兄。表兄，表兄，你笑什么？莫非那我秋生到燕子家去了？非也非也，那我秋生不相信我，他不肯去。哎呀，这便时候是好，叫沈家燕子空等了，啥是真结出病来？表妹，你且放心，那燕子的皮早已陪我医好了。医好了，表兄我好有一比呀。比什么？好比桥郎中转自相思平，三分永和呀，茂名。呀！那燕子姑娘实在多情，往歌场地来修演一场。表妹，你是有情不有情？你呀，真是越来越没规没矩，竟做出这种荒唐之事。啥是我秋生起了你心？我看你怎样说得清楚？这倒非人想到。谢谢你。向前走，冒充书生我秋生，今夜要把燕子偷。他们竟逼我翻墙头，天仙美女我闻到手。不晓得燕子姑娘住在哪里哟？这便是厢房，想必燕子姑娘也定住在里面。燕子姑娘，燕子姑娘，小生我求生特来拜访姑娘，喏，休夜在此。燕子姑娘，你是何人呀？
走，走，走。禀大人，年事已毕。禀大人，年事已毕。哦。将来念得别山附体举荐，乃是一刀所伤。一刀所伤。边山水中还捏着秀一只，曾让大人观看。一只秀叶，其中挺有剑情。提报，这只秀叶是后人之啊？小人不知，请大人问过边山之女叶子。传言之，传言之。大人，叶子带起头来。叶子，我来问你，你弟弟手中捏着一只秀叶，你看可是你的秀叶？天哪！我再问你，这只秀叶你曾送与何人？好个刁滑的女子，见了我大老爷竟敢闭口不言！来呀，上车！是。哎呀，大老爷息怒，大老爷息怒！燕子啊，你快说，你快讲啊！秀叶是送与我求生的。我求生！说那杀人凶犯，我求生到案。不，大人，他乃是个钟会老塞的虚贼。此刻，你也不是个好东西，不要吗？是。哎呀，燕子，哎呀，燕子，啊！表妹快来，表妹快来！表兄，参了好事，那我求生却当成走了。这便是我救他一绝。我本到草面走红娘，想不到害了我身进牢房，只怪我秀叶失落苍踏红，我只得告别表妹长公堂。表兄，那冤官判实荒唐，求是谁非我破王朝阳。我正好有一杯呀！你还要逼你？表兄，倒不是要借东厂写冤账，联名上市到东厂。东厂府，表妹她，你快去呀！你快去！求去！
怎奈苦笑也。父暖的错是到东厂来继承江天神的计划西茶生，不料想脏脏甜甜皆苦笑。破残化成灵神精，了尘我身杀人怪，怪是害瘟疫不明。分明是却当成招供，难怪那秀才连名高不平。乡下怪少年不为童子，查证一次有用心，时间初到东厂府，不停要找媳妇本事，亲丁大圣，辽城之员张宏已在外相侍候，请他进来。是有请。知府与我是同业，称兄道弟好几年。这是他的官运好，我便地雷，他便天。年兄，年兄，久违了，久违了，年兄请送。他人所听，一贯城外，群已呆倒。年兄今日里安辛苦了。哪里？这张文字下官只身一套，便已水路塞车，如何辛苦啊？只身一套，真是好大才。托梦天地，多蒙他人夸奖，区小官何足挂齿啊！神明管天，真是区小官。是，真是一桩生命大问呐！年兄断之后，可知百姓服言不服？下官义理太短，一清二楚，情有不之理呀。是此时来，年兄真是一个青天喽！不管。辽城元苏人民秀才，列名章告到本府，你且看来。一派无言，大人，年兄不要休要交吵，依我看，将胭脂我秋生带到后堂，你我在西门一番，你看是好。何必再多此一举呢？童儿在传我秋生胭脂，后堂分话。是，传我秋生胭脂。大年兄。大圣，胭脂我求生，你二人可曾相识？自然相识。胭脂，
你将修一事何成送与他，从上将来。哎呀，胭脂姑娘呀，我与你萍水相逢，无缘无分，我何曾拿你的虚话言？你可不能冒着良心冤枉神呐！哪个叫你说话？胭脂，你快讲！那是在公堂之中一经造成，你兄休要惊吓于他。胭脂，本府为你做主，不为冤屈好人。修爷可是你亲手赠送于他，你且从实将来。我送他三连父亲将我愿，因此我欢喜得亏，诉情天，想那日他心已愤怒从未眠，以前从今心相连，他假作受尽来为凭，夜晚相会在长线。他常美女诉相思，是什么？他是用计平天脸。我道他总会善良真君子，恰鸟来甜言蜜语全是骗。休也是我情虽真，千真万确不虚言。这就是了。尔等退下。慢，胭脂，你方才言道，各仓相位有怎样将修爷交付于他？也是个长的故，可曾当面恳请？这不曾当面恳请。各仓的故，不曾当面恳请。我再问你，宋月才于何时？你弟弟被杀又在何时？都在4月初一那天发生4月初一那晚，有生前往姑母家中拜寿，就因这次杀根，当年处在姑母家中，这股风声皆去，是为望他人戏场。大圣，冤枉啊！徒儿在索取我求生姑母家中查明此事，待我求生下去。是。叶子，你我求生相爱之事，尚与何人知道？并非旁人知道。你小小女子，无人穿针引线，岂管余生思维？难道你不想与你弟弟报仇不成？禀大人，此事只有邻里王春兰知道。王春兰，她是何等样人？她是个寡妇。寡妇，大人，她乃是个好心人呐。你且退下。是。张叶兄，此案破绽百出，万当重审才是啊！哎呀，大人，此案上证物证俱全，经先生之父不判一层条案，何必再多此？本府旨意已定，叶兄请便。告辞。不说。看他傲气凌人，实作聪明。
我修身之事已查清楚了。将来4月初一那晚，我秋生却在姑母家中办事，就沿着子上根当夜住在姑母家中，亲朋邻里皆可作证。你太正经，亲朋邻里皆可作证。这就是了。我秋生当夜拜在姑妈家，岂能够分身思维去杀人？其中蹊跷非难料，定有冒名引欺人。焉知道此事必有陈兰笑，定是他泄露封定欺负瓦克。还同儿手里花布王成兰，且慢，当初有空把书记。冬儿，随母来。杀了边老头，我躲在屋里看风头。原以为个衙门抓取我秋生发用金，发用仇，不料想个连名上子嘛到府台，又听说个新生之妇卖拉手。我冒他接得屋里数百年，哎呀数百年。我还是到陈兰家，当听风声走一走。我欠侬200万元银锭，哎，你不该把我头上的银叉拔去呀？哦，喏，当年还不侬。搿么银叉还给我好伐？老太婆，哎，人差我落脱在，啊，等过2天寻着了还不弄啊？哎呀，毛大少爷，做啥啦？哎呀，毛大少爷，搿个银叉是我陪嫁的老式银叉，哎，买都买哎，不有着的呀。啥了不起了哈？毛大少爷，我赔不起啊！告诉你，我还有要紧事情来哈，我还有要紧事情来。毛大少爷，毛大少爷。卖燕子花粉。轿长给拜出府门，为断其爱不是心，穿街走巷过闹市。家中虎狼卖子分，
个圈子，个老太婆就情我不着在。王春兰家到了，不晓得有啥个动静哦。卖燕子，卖燕子，做啥？哦，相公可要卖燕子？耶，你这个货郎，我怎么从来没有见到过啊？想必是个咕噜客上吧？哎，真是。哈哈，告诉你，这里住的是个寡妇人家，你要买胭脂花粉，那，到前面桃花洋去买吧。好好好。此人为何三番两次在这寡妇门前团队团到？莫非王春兰有什么瓜葛不成？做啥？请问真姓大名？毛大嫂呀！他你无缘无故问我名字做啥？哦，放在东门之间，他来向你讨喜。哦，算了，快点追吧，啰里啰嗦。耶，叫你走开，你偏不听，还奇怪，你为啥一定要在这寡妇门口卖胭脂啊？我买胭脂花粉，在这妇道人家院门口叫卖，乃是平常之事，有什么奇怪？我看你呀，倒是有些奇怪哟。我有啥个奇怪？你几次三番在这寡妇门前团队团闹，哎，莫非你宽向这个寡妇不成？哎呦，三七，我毛大嫂呀，为宽向这种丑寡妇啊！告诉你，这寡妇啊，老早于相好者。相好，这怕就是你吧？哎呀！告诉你，只因他伤风发烧，我看不顺眼，几次要来捉奸。这寡妇啊，很毒很深我却不信。你不信啊？不信。你不信吗？我敲门给你看。那敲门给你看。来啊！那，可是不是啦？这个货郎来路不明，喜欢黑吃的吧？我不免借他之口，放点风声。去放在厅里言道，这个寡妇有个相好。哎，他是谁呀？名叫索杰。索杰。哎，他是何等样人啊？喏。本是一个烂秀才，与那寡妇是表兄妹。他因为不争团聚，被没看见女人爱。他乱做文章是马官府，没有独裁嘛有瓦才，个随便啥个瓦事体，他统统都为做出来。你可不要随便乱讲。我骗你做啥？你不信嘛？你问沈佳琪好了。你问沈佳琪好了。看来这毛大不是王春兰亲近之上，未必于此外遇过。王大嫂，王春兰与他表兄所见私通，我一路而来，也曾提防。莫非所见得了王所先去谋灭？谋灭？
莫非就是所见？卖燕子，相公，这是上好的燕子，可要卖吗？燕子，天人多少烦恼。哎，燕子，令人红颜不老，真是天人烦恼。相公，还是卖呀吧。不要，相公，这是明白真货，并非冒名顶替。你这人为我这样啰嗦，是不要去，是不要嘛？哎呀，快走！哦。好奇怪的货了！秀爷，表妹开门！表兄，你看秀爷，雪爷，这不是燕子的雪爷吗？秀爷夫人陪我什么？这位才是。这明明是燕子的雪爷，这雪爷上有花样，我是。孤然不成我之数了。没来由，鸡蛋里面挑骨头。报廖正元，请见。传千知府大臣罢了，本府今日重申言之一案，你且坐一旁仔细听了。是，传所见，速见上堂。传见知府大臣，下跪可是所见？真是不知他人复婚为了何事？快将言之一案从实将来。原来问题是言之一案，禀大人，
那我求生一向忠诚老实，治理税法，绝无杀人之事，杀是冤枉的呀。所见，你既为我求生立冤，本府却分你解决。他人请问4月初一那天晚上，你到哪里去了？这也是想不起来了。你且仔细想上一想，这个何人当过燕子家中？他怎会知道的？何人冒名我求生去来修夜一遭？哎呀，看他了事之人，想必是个亲国。我上杀杀正气，他定能风情冤枉。并他说4月初一那晚，有生确曾冒名我求生去来修夜一遭，不过这就是了。既算是此，你玩撒什么花招？玩替我求生明什么冤？快将杀人英雄之事从实招上！怎么弄到我的腿上来了？哎呀，他曾！有生只有少到世俗，一向奉公随法，平无杀人之事啊！好一个说到世俗奉公守法的秀才！你的所作所为，本府早已查得一清二楚。你本是红门中败雷惨伤，马官府受公日我无王法，因此里心慌慌，面日说话与寡妇恩似同，爱情风华。你冒名顶天变修业，而方阴间把人杀，风浪之上滚流来，冲着遭人面如银塔。曾所见山川曾马名，看恰是成人之美一片心。修业当夜别色落，转眼之间父娃之心。此夜英雄非所见，其中领域冒名声。才望他人西江茶，切莫哭，追泪争雄却好岂看怪人，嫉妒世俗，当自因何本夜藏鬼门？朋友之妻不可欺，因我调戏去冒名，杀杀小爷一失落，你如何整来？如何评？讲啊！有理呀得他三道，你为我吞吞吐吐不作声，渐渐却说难表来。恨只恨千嘴八舌骗不清。你莫要一口要听多讲理，须知道却富国才恶生，愿自防自负堂上，愿明经啊不了你。好吧，不分分须你他妈！你既然不理不分，眼睛观当堂隐藏光线，有路不当难遭所有在各区检测，充当死守。是。
计刀攻他，怕不落船家，有困难分片冤枉。笑你狂妄无赖，本是有种败类。我笑你死命青天，恰是无度昏官。本府难道当初不曾？若是因何复国才矣？神你解掉，本府了是自招。臣女妥当，若是无才难本府我力放你，你负我也可变。本府依法当你离经过殿朝。我与王成啦，司徒是你，冒名顶替是你，骗取修也是你，杀人英雄当算是你。本府全身查访，前后所闻，查得真神的命，不怕你不早来呀！他已死会是。他天冤枉，早才生。跳进皇后心不清。周衙役是狼是虎同抗命了难辨，跪地上下上残神。只怨我一日冒名闯大祸，害了眼的害死生。我杀败娃娃当时在塔上。天地他今生冤枉，天不清。倒不是曾见秋生早成冤呀，所见我身子红红有天平。冤早万古。王姑，将所见当日死牢，方成我求死。我求神上堂。苏继兄，天地鸟出笼，所见杀老鸟，一鸟换一鸟，完好，完好。拜见大人。起来，我求神，你复古早求，本府为你申请愿望，至今万你见证，夸夸为家去吧。多谢青天大神。大人，不知凶手是谁？乃是所见。大人，所见乃是一身洞苍好玉。
本府为你生请愿望，经过多言，万不退下，是退他。是。张叶兄，张叶兄，哦，背着菜，背着菜，此案一名如何告诫？背着紫菜，背着紫菜叶呀！兄，你呀，你草本不想家文真，草间生命才非情。你家那一领官杂当钱包，单凭那佛光影对恩情。真凶逍遥不法外，复古受却冤难平。真宽恕他曾父母，往日朝廷弃平恩，休怪我不念旧情义，枉法无私难寻情。请大圣多多保还，多多保还休得多言，为冤听传去吧。大圣，大圣，请大圣多多保还，请大圣多多保还，大圣，请大圣多多保还呐，大圣。
家一错有前往东厂，是何生高呼冤枉？禀大人，有一秀才拦路喊冤。老夫身为丫头，不理民恶，休得理他开逃。是，你这秀才身有冤枉，倒必出衙门去告他。禀大人，月生并无冤枉，但是我同厂好友写了状纸，叫我尊称月代老他传门送与我的，宽宽了些佛法。奇了，想那副暖台乃是老夫得意谋生，此案是他所生，此草有碍他的官身。老夫倒要分上一份。你叫何名字？月生，我秋生。我秋生。因我范围所见体察，其中定有缘故。我求生才老夫前往东厂，多谢老他生。自从我为民请命写情缘，四平二国在青天，四龙恩师家，共长久别重逢喜开颜，恩师逃亡则相逢困人长，自今自许开安卷，想必他一闻言字关中情，关卷定有宝江在眉月代大人到，开宗门查经。
去从了。那恩师请上座，兵伯牙子一同从是下。恩师请。陈氏修子，哎呀，言去想老夫当初不过是残口之言，言去以后4次宽中挂去便来恩师了。当日教训学生生命地府，乃是对此反躬自省，作为所有子民。言去不宜了，请。啊，恩师请啊！昨日恩师提起燕子一案，卷宗想必宽过了。宽过了。不知恩师如何告诫？这个嘛，言去以老夫看来，此乃是一桩古今少有的奇案，要审清此案，确实不容易。恩师夸奖，恩师夸奖了。言去，恩师。老夫为官40年，历经风霜，两鬓斑。今日方知仕途险要做清官，是颇难。恩师高人，他是经营官场，却是不随他，庸弱自卑，何其呀多，多少话真不说。恩师请啊，请。但见他洋洋自得，前不倒叫我阅读真言，开口难。恩师请啊。言去，叶子一案，老夫已经看过，有几点浅见写在案卷之上，请言去自去看来。是。向恩师定有精神妙语夸奖于我，此案不明，尚有3年。属其初次冒名，亲自于是道远之路，2次在望，为何无头遍山之门？此你一言。属其功臣，修业当夜失落，焉知不落在第3人之手？此你何也？属其人英雄加于我求生，因我有怜悯先生为我求生命愿，先是3年公延期传家。我知道眉眼包浆听不料想当头叫来谁呀？
修夜色落浮萍增，增添光露洒花早。列明居上内交集，金润特巧一才桃。恩师引我翻起你。言情，却言情，于是长须擦去好，并非为是来作难，须知道有关生死命一条，自古生生有命序。伯牙子，身问子，臣是子，明天子，都应子。却言情，再将此案细推敲。以恩师之见，还当怎样推敲？以老夫之见，再将此案仔细复查，尚有破绽，便当重审。这个有甚不管聪明？哦，此案已上报五岳衙门专正刑部，批文即日就下，怎可轻率从事，再犯此案？叶有山怎是轻率从事？你有甚可来，尚不足为你。门生出言太师座，本应会是心难安。责怪他年少气盛，要离间，我还当层层有道破一团。言情，这卷上的皮子切不谈。我与你前往别家戏踏空。自从发到本府，早已大快两三番，独老往返与何必？只怕是轻举妄动，撒小胆。怎么？为师陪你前往一走，难道连这一点情面都没有了吗？言罢，既若恩师定要先去，有甚奉陪？你错了，不是你来陪我，乃是我来陪你。啊，是此恩师，请。
恩师，这就是偏山的房间。那时他父对兄我与他长，吓得我脸色茶完也不下，幸亏恩师不疯不喷，死不听，还是我生得妥当。他骂我糊涂，是糊涂。啊，年兄请啊，银河秀手在一旁年兄自己轻便，何必多言？啊，恩师，no，言之就是在这很远。老恩师越做太宝来大宽，这真是捕风捉影空是忙。他年迈糊涂，我不怪，我还是想劝恩师快手长。恩师，no，凶手就从这里跳墙而进，跳墙而成。恩师，既无所见，就请为夫去吧。去嘛，言请你来看。此缘三小分内外，前后有门各自开，前缘墙高后墙低，年轻可才。不错啊，年兄，你看是何啊？墙高墙低，有当真言。言请。杂色凶手是所见，情理不随，非你猜。恩师云何你猜？所见二根几刀刺，银河三根玉从来。所见初次来冒名，后院柴门一字开，皆是当夜欲重返，恰为何
不走财门，不走错路，不犯后院的江，反挑前院高墙，不偷胭脂贵妇，恰到偏山放钱。这是为何来？哎呀，恩师高人，恩师高人，下生早已料到杀人凶犯，天地所见。啊，年兄，他生只怕你也一日失策了吧？难道是拿我求生不成？叮咚嘛，我错，你也错，大家不敬不了。啊！你贤妻，这场疯子呢，何不放过？原来是一枚人差，宁差。贤妻，此宁差恐有失意。恩师，杀人财政乃是修爷，这宁差何作为你？贤妻，秀爷虽是财政，但此宁差落在凶手挑枪之处，难道不该在场？是啊，我看定是凶手落下的。便是凶水落下，也是所见之物。你贤妻，因何是此苦多？是啊，年兄，你也太武断了，我看就不是所见之物。金口之王与何为证？为民父母必须此处，切不可意气用事，自行教。宁差是否财政，难道不该在场？你又为强子道理，恰是为何？此案破绽四次之多，复查重审一番，以后不该呀！此案破绽百出，实不重视，岂不是草菅人命？要生生爱护清端，公正俱全成天爱，举报相闻到银幕杀百案，上司将罪谁承担？为官者皆命到院地当上，一案重审又重劝，啥事上司又将在死于山，取名上分头承担。对呀，年兄你莫要太失专，须知道生命不能当儿戏还。岂是我也？老恩师不知姐姐将我来，那张红人言语将是非坏，乱得谁愉快红娘，因难免负兵无虎从心关。老恩师，月生虽然月里前，今生奇案数不完，父老送来犯名山，不为清明天下传。亲身查访得才证明，查取后定此案，
非比落落昏庸辈，心口此王王为官。恩师年迈亲自从，学官一生要事转。堂上真是一生错，怎么样？无情缘。在下无啥不做官。门生教义太过侧言不虚谁上？他把我年迈昏庸不知事，今宵我来此心能可恼他堂上高挂陈世是虚情假意将死造，是什么终身受之，是，永不是。家原来口是心非所情可叹我得一门生，怎么样？难尽羞愧，口心。但愿你欠他原文升官去也罢。我与你从此结交兄来往为夫。见此生颜色里，母亲生，都怪我出言不顺，办事准。恩师从此去进取暖的无言再见声。
江从思明，老恩师，且用为转夫压贼。想老夫小小丫头，管不了你东厂府之事，我可不心花一时情，愿不愿做个清官，有你此情，宁查拿去。恩师，童儿长得来。相思万本，似梦得一字句。怎为此不得了？
老爷，时候不早，请安息了吧。老爷还要离我，你且退些。是。大人，快马送来刑部批文一件。刑部批文。胭脂一案系从夫婆，胭脂发放为家，王成兰监禁3年，凶手所见皆是帮夫法场撤去。无奈的明知应断杀款家家，罪闻身上天后生前。来呀，带所见，带所见。孩子生万言提赞，去。
爷一见意思后，请他上圣堂批斩。你说什么？请他上圣堂批斩。冬儿在传书记王成了，后当分化。是，传说界王称来。书记，方才路过门外，因何口出狂言？死在一定，将将予以何法？我且问你，杀人英雄之事，你从何而进，从何而出？那是公堂之上，你不问个清楚。今日半夜三更，怎么心血来潮，又问起这个来了？讲，事实是黑门害进，黑门害出，一派无言。请问大人，那么你要我从何而进？从何而出呢？分明从前院跳江而进，跳江而出。皇都因何发现？我把他成好友一比，比什么？一只小香枣，听秀有玲珑，佛乃节节空不同。他人需要抛条子来，你且想想，燕子家中我曾去过，清清楚楚，锁门出路，我才要进去英雄，难道不知后院山门矮墙，反去挑那心愿狗强不成？此次看来，他人你实是无度，真是好笑啊！下去。巡夜夜夜，二人不曾离开，杀孙之事，煞非书记所为。他生冤王成了，你有几个姐夫？民妇与表兄所见，乃是青梅竹马，实在别负他生。我且不信。他生不信，可到街坊查问。山上余生3番2次前来调戏于我，民妇一纵非答允。是谁3番2次调戏于你？是毛大。毛大，我再问你，4月初1那天晚上，毛大可曾到过你家？民妇想起来了，4月初1那天晚上，毛大是真来过。他来做什？他拿着一枚银叉前来调戏于我，被我抖出门外。毛大出门寻财，我便将门关上。你可记得是怎样一枚银叉？记得是一枚香看8月的凤缎银你叉。快，可是这样一枚，真是这样一枚。说见那夜，我是为毛大他们不惧，手机便来抢我。我知道修业定我，事体真有3支银叉揭开，转一层。我
爷，莫大，快将实施变身之事从实招上。哎，大老爷，冤枉啊！你看，这是什么？修爷，修爷之中还有什么？宁差是宁差日你英雄之事，落在边山降下之物，当真确说，招事不招。大老爷，这宁差不是小人的。传圣旨，传圣旨。毛大，那天你拿着宁差进来调戏我，你还不快走？毛大，这宁差分明是你从我腿上拔去的，你还要拿？事到如今还不快走？副长，叫我找什么呀？铁证是三。拉也拉不掉噻，小人愿走。瓦工，瓦工，将毛大当日死牢，方才言之所见，往城来。约得他曾到，打开中门，曾经。千里，从今后尚需明辨好利剑，自古教义都派是虚外见听也非轻。李靖，是。
成名，不知悔改，老夫也要传你一本。是。难得你反复辛劳写情缘，多亏是发明的好情天。是。速且等身上堂。拜见老大人。来，快来谢过青天大圣。多谢青天大